来，中选会决议，明年的立委甲总统大选要合理的同一天来投票，时间原则上定伫明年的1月。另外，台北甲台中立委补选的当选人何志伟甲沈智慧早起宣誓就职。宣读誓词，分别对台北、台中立委补选胜出的何志伟甲沈智慧，伫立法院新会期报道第一天宣誓就职。心情其实有紧张，有紧张才会更认真。压力是人生成长最好的助力啦。硬体都依然存在着，是人的心境。我想我会更接地气。新科立委就职前一天，中选会嘛公告当选名单，嘛决议明年总统甲立委大选照往例合并伫同一天举行。一切就是以民众认为该怎么样来举办这个选举，对他们来讲最方便投票，最能展现民意的这个方向，我们来依循。你如果把选举拆开来选，对成本的消耗，还有对于就是说很多议题的耽搁，大家也不乐见了。一次赶快把事情搞定，不是坏事啦。投票日原则定伫明年1月。今年2月、3月会决定日期，总统大选部分，民进党计划4月决定精选，国民党有中常委提议，当来总统初选采取美式初选，安尼一来人选可能会拖到6月。民调不会比较恰当。那美式的大选的方式，对这一次的这个2020的这个总统大选来讲，我想是缓不济急，是来不及的。国民党总统初选规则也未出炉，想要争取大位的东来太阳已经伫台面的各自车拼。